麦当劳的官方网站进前互人闹话，讲要讨30万，那准备好伊就要去分店下毒。检警接到通报了后，根据着 IP 抓到嫌犯。这个查甫嫌犯呢，竟然辩解讲是因为欠钱才安尼死做。台北地检署最近也依照恐吓主宰第2未遂罪，该提起公诉。其实你做身份确认。这走人要你爱困神，门拍开看到警察提股票了人。这边罪名是恐吓等案。好，那这边就是说你有设这个罪名，但后来警方侦办恐吓案件，对查 IP 源头，发现这查某人涉嫌向麦当劳揢油。恐吓内容是，涉案女主要求3月11中昼12点进前转销30万到指定户头，若报警会伫各店随机下毒，短短5天时间，连发6场的威胁，拢是透过官方网站客服信箱寄的。犯嫌应该是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难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犯案动机。被抓性格的查某人49岁，捌伫台大读册，点过公家单位，即摆恐吓麦当劳已经被提起公诉。麦当劳回应加重视专案，即马专案起诉无方便表示意见，业者看起来态度低调，毋过代志发生第一时间毋敢代志，马上调整外送平台食品销售作业流程，因为这种下毒行为难免让人想到得要20年的千面人事件。对不起，社会大众，对不起。伫镜头前认出，当初这嫌犯伫提神饮料内底做氰酸钾，造成一死4伤。即摆下毒行为虽然无成功，不过律师提醒，都算未遂要刑责。对他人公开贩卖食品下毒，即使是未遂，依刑法191之1条规定，最高人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即摆嫌犯下毒进前，检警提早抓到人，业者一点都毋敢凊彩，就惊食品出问题，引起食安危机，对名声甲财务也造成严重的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